就是很穩重，你知道嗎？行動穩哦，那個聲音，那個啪的聲音啊，這題綠綠的啊，還好這個挑檔綠綠的。晚上回家要煮飯吶。啊，好用心哦，應該不用煮給學生吃吧？有時候。啊，日本籃球母親一屆日本夢哎，就是失戀轉來。拍誰，來講。你笑那麼大聲，姐姐。劉姐又開了2家餐廳，哇，一個在平鎮，一個在中壢。他有時間開餐堂，你一天係要48點鐘嘅72。時間管理大師。哪有來考特級廚師？來一個自主訓練班，一聽冇問題啦。嘿，一定係冇問題。錯，昨天呢，你一家自助編好了好料理哦，可以從零開始變到種樸實哦。嘿啊，唔啲謝玲阿姐今天有長高10公分哦，因為謝玲阿姐給出書了哦。對啊，這個客家好食房哈，咱才愛看一家自助，每做在看秀，內外兼備，強下來學煮菜。對啊，你背後那什麼？對，特級小當家。哎，哇，師傅有練過哦，蠻好看的。好，你就這樣子就好，不用。哦，啊，怎麼改？今天我用特級廚師都會少改來賓呢，因為今天他們都是師字輩。哦，都走在蓋上。哎，周德安勇功哦。哎，沒錯。哎，錯。大家呢都懂厲害，而且參賽者呢有的已經有廚師證照哎。哇，欣賞來嘅。錯，現在朋友都給你的評測欣賞，提前的朋友都啊謝林師傅。來謝林。謝林姐好。你摸底本摸孔洞戲哈。哦，早等下來美歡到也是我們的特級廚師小戴師傅。歡迎大家去。3號輪呢，來分享到風吹慘水咋，提前呢來分享到係來自桃園中那個表姊妹嘅袁如跟真萍分享。分享有點面了哈。第3次有真萍來就有好米吃。嘿，錯。對。好，3號來看一下哈，咱嘴裡阿豆係姓周主動嘅好朋友，他們是2姐弟哦，傅曉婷、傅俊宇。歡迎。哇，等一下過後會來了解，大家的來歷呢都非常厲害。先來分享到你風吹哦，帶來給你帶了嗎？好料呢？噔。等哦。真的嗎？對，我阿爸種嘅胡條係做胡條呢。謝謝。你看啦，好深哦，好深。農村鄉，這家種嘅用的都好。你條嘅每套青紅色。真嘅，而且佢呢這種嘅叫某些油嘅，又係友善呢。對，十分的好。因為真品嘅 T300來挑戰嘅，我來推廣下台灣的米。好米，然後非常的努力。哎，禮拜唔止帶有米來，還有人胡條的來。哎，台灣種嘅胡條的。哎，還有你的好戰友。對，袁如姐厲害了。哇，袁如姐，她是中原大學工業工程系教授。高秀豪，真的是師字輩，記唔記？對啊，老師真的怎麼辦？係啊，平常時教授研究，不過做菜敢做得。你還係乙級廚師證照哎！你說的廚師姐袁如姐，你才是真正的特級廚師哦。真嘅，而且佢會用工業工程嘅邏輯來設計經營嘅一條經營的方式來催單。哇，那今天我們就用工業工程的這種邏輯來贏得比賽。對，是的，冇問題哦。好，再下來看一下咱最大內麥嘅好料咧，紹介一下。內掛。哦，馬上走改。來，哎呦，你會做浪pan？他很厲害。師字輩介紹一下，俊宇是我們的設計師，曉婷是我們的諮商師，還是作家？哎，沒有，是作家，對不對？哦，我們現在享受一下這個自己設計的嘛。好好吃哦。但有一些爛米，爛爛。你就可以聊下熱天的時節凍肚河。你當講俊宇有識到日本代購東廠的時間吼？喺日本大到9年，哇！喺多幾大邊學習邊喺講多幾大邊做頭路，做事還讀書，做事都讀書冇。都有。對。咁有冇想要做來的？對啊。疫情嗎？輕挑爐。輕挑爐。哦。
又或者是為愛奔隨的故事，等下嘛。真的嗎？哦，啊，小婷呢？你斜槓哦，不走心理的諮商師，還有走作家哦。對，動綜藝小說，對，寫作。書名係乜解咧？漢邦出版。啊，是哪方面的相關書籍？小說比較對小說，是不是？哦，非常期待。大家學過新年過未凍好學哦，好雪寶是又立挑了哦。對，可是大家因為來歷都這麼的厲害，我們的可以還都要踢館9宮格的挑戰賽當中，那一組卡黑眼力的知識王在今行暖身嘍。向前來挑戰，第二關考驗兩嘴對食材的認識，還有對客家文化的了解。唔但唱愛動腦筋，還愛比反應，兩片變素養，順來萬人較厲害。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嘍！好，今天來到現場咧，剛才就講有心理的諮商師，還有室內設計師，還有大學的老師，還有一家之主師，因為來到3排，應該沒問題啦。我們上次又一排哦，8題全中，我覺得今天拭目以待。對，冇錯。古時候呢，睇下咩唔是睇緊張，因為呢，喺講兩組總共加起來的分數啦，吼，等於講佢做在先幾道方式出來偏了離岸呢。哦，看清楚了哦，就準備剪刀石頭布，剪刀石頭布，剪刀石頭布，耶哈哈哈！讓出線來，甜言蜜語。哎呦，冇問題，來看一下咯。下邊那種糖嘅甜度最大，A 係果糖，B 係麥芽糖，C 係楓糖。是，怎麼改？為什麼？楓糖誒，自然的東西。哦，甜點呢？有道理。好，他有他的想法。那小婷支持弟弟。好，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嘿 ，B 哦。其實係麥芽糖嘅甜度係最大咯。根據台灣海洋大學哦食品科學那個就是在線上就有實驗嘅結果表示講哦，如果以蔗糖來做一個基準來講哦，前個嘅係果糖，再個咧係蔗糖，再個咧係楓糖，最大變到係麥芽糖哦。所以當到嘅食物嘅食品啊，還有醬料都係用麥芽糖來挑哦。原來係咁呢，學習起來了，麥芽糖。題停啊！對，好，馮翠要先哪一題呢？你是夜市王。好，我們題。你是嗎？我是亞夫某。選中題。沒錯，馮翠當中哦，兩撒派出一撒，而來切出一個旋風馬鈴薯，限時到1分半當中，切咗超過8層哦，按樣章又算高乖。好，呢個老馬鈴薯呢，我來切做一個旋風形狀，而且超過8層哦。係啊，我老師有考過證照。這有在考試裡面的題目嗎？沒有。那可以用工程的這種邏輯。哎，對，工業工程。試看看。先打預防針啊。好，準備好嗎？老師可以先拿着。好，準備好嘞。3、2、1，搶開始。老師很穩重，你知道嗎？徐棟穩哦。那個聲音，那個啪的聲音啊，幹嘛那是挺氣的哦。對，水分比較多哈。他走的幾修，超過8千就好。好，老師聲音莫太碰哦。對，厚度很重要。對，老師。老師，我們這樣不算2層哦，我們聯誼了。老師現在不在削蘋果。聲音要接近薄的時候跟你說。下去了，下去一點，哇哦！這邊。指導教授可能都沒有那麼嚴格。老師要薄了，薄。對，小心。剩準備30秒，還有 give，不要放棄哦，堅持下去就是勝利。沒關係，深深的來。對，老師沒關係哈，不要薄掉就有可能哈，人生都是這樣。You give，不要放棄。老師這邊薄，這邊薄了。7、6、5、4。這邊薄了。1，時間走。哇，好。好難哦。好難哦。你猜壞人誰做？對面，對。這還沒拿就斷掉了，你看。對啊，這裡就斷掉了，這就斷掉啦。
啊，恭喜菜啊，就算冇團體，今日冇有白稱啊。係啦，冇啦，唔係，專業不同。老師，專業不同。這個跟工業工程沒有關係。哎，恭喜菜，以前會考慮一種倒講嗎？冇安尼啦。同樣的倒講啦，倒的用泡的，倒的學設計嗰種。走對了。哦，對，他拋個倒哎。你要聽噴的。千錯萬錯，絕對不是老師的錯。對，教授。對。殺雞焉用牛刀。對，好啦，換藍隊了，好不好？對，藍隊。我是焦點。當然。你是。好，彩椒的好處哦，下半那個是正確的，A 是講促進血液循環，B 是維持視力健康，C 是改善那個包皮的問題。C。哎呦，俺記到，是彩椒的好處，你哋。是運動系啦，因為維持視力健康啊，彩椒就葉黃素嘛，然後促進血液循環，彩椒運動就情竇該微量元素，所以，等下，對啊，是何者正確呢？哦，那改 B。哦，那你改 M 係講動到微量元素，改成 B 好了。主要的，對不對？主要。感覺心理師、作家，現在還有可能是營養師嘍。可能聽起來像。哎，來看一下正確的答案。嘿，恭喜！怎麼解呢？因為彩椒啊，嘅非常豐富嘅胡蘿蔔素啊，所以唔單止哦做在骨眼膜組之外啊，佢對眼腸胃嘅黏膜啊，還有免疫力的提升都非常有幫助哦。恭喜！恭喜藍水。好來，風吹上的鮮奶題嘞。而且哪家客家人呢？好，客家人不能不選。我隨便講講的。好。來看到。客家人愛選，冇干呢。客家人要講天轉立馬發，係形容一山營養班呢。A 係講心情都好，B 係講有一些養傷，C 係講都無汗。A 心情好都好。真嘅呢？冇談過。哎，冇講過。唐希兒懂就懂，肯定哎。天轉立馬發。元如姐，我相信我的夥伴，真憑本事哦，哈！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嘿，恭喜！其實天轉立馬發就係真憑姐該下該用了就 hit 到嗎？來展示一下天轉立馬發上動有辦？哪一個？有備而來。有備爾。有備爾嗎？有。哈哈，雲南嘞。這題綠綠的。還好不是挑檔綠綠的。天轉立馬發上動有辦？對，哎呦，你都快樂，非常的樂顯得意的樣子啊！舉個例子來講哦，看你天轉立馬發，係要買個好消息嗎？做啲安用用哦，恭喜恭喜！恭喜！等下風吹同藍吹各個一款，問藍吹咯。選題也是個問題哦，言不由衷哦，不能唱哦。來啊，下半那個唔係食鹽的妙用哈，A 係講炒強出來時間保持家個色木較強，B 係講本一個水煮蛋家個殼較厚白，C 本豆腐含較夾做得甜起來。A，家將做得保持個翠綠嗎？好像沒有聽過。好哦。運動係加油。我看一下正確嘅答案，嘿，其實係 C 哦。係啊，咱做得用多多係用途啦，不過是有一種啊，就係豆腐嘅粘結哦，咩係老咱有相關，是跟鹽滷有關係。豆呢哦，加入鹽滷做得本，風頭嘅亂拍結沉澱下來，安樣是做豆腐嘅果倉啦。那鹽滷係乜嘅東西呢？就是做咱嘅果倉當中，用這個鹽水給分析出來，除了有海鹽之外，就還含有濃縮礦物質液，這個就是鹽滷的原料，也是海水當中非常進化嘅成分。原來係咁呢。嘿，又好多啦，好多的。好，那廚師加油了哈，目前。他又3題。好，風吹上先嘛，該嘞。這題綠綠的啊，還好不是挑檔綠綠的。很怕是手做題。OK 好，下回那個長菜我用開火夾夾來炒，當做的維持講夾個生物哦，很新鮮鮮豔。A 係 A 菜，B 係長白菜，C 係吊菜耶。哪一家呢？
好，我們答案是 A。為什麼？因為 A 菜選 A 是嗎？也可以沒有 A 菜的葉子。老師，你是出 A 菜葉子比較軟。哦，是有道理的哦。來看看一下正確嘅答案，嘿，哎呦，用力進賬。其實哦，冇強用嘅菜哦，要冇強嚟嘅風險來保持嘅翠綠度。譬如講呢，像剛剛講的這個 A 菜啊，凍蔥嘅烹煮時間。西蔥哦，會本這個菜葉轉風啊，所以下醋下硬啊，這種譬如講炝發菜啊、根莖葉類啊，建議大家先殺過，長在拌炒。譬如講像虼兒啊、嗆椒類啊掉啊，因為佢下噴掉，所以西蔥哦，烤雞咖自主的師傅們就按用走果油，先按用處理的鳳仙，就可以增加它的色澤度。哦，原來黑暗呢，原來是這樣判斷哈。嘿，藍對，相關線那一題嘞？哪一個？有備而來。有備爾。有備爾嗎？有，哈哈，最難嘞！哎呀，這誰接的？好了，用3年來向下走哦。那麼都漢11分半當中哦，做得成功嘅做出一個柳丁貝爾，按樣就算過關呢。一個柳丁貝爾哦，其實冇咁簡單做誒，抱歉。上次我們做過蝴蝶，哎，最近下鋪一堆來賓了。光你解釋就聽不懂了，太複雜了。我啷講，你遐小熊哦，看起來電影上哦，不過很下複雜。第一步哦，就柳丁嘛，佢就剔透的位置吼，它的旁邊先切兩隻染下來，3點下來就看到兩木柱麼，係用冰箱來做出來嘅。再個咧，注意當個的蔬菜哦，把兩朵，那切下來嘅然後插上去來盡做耳講。再個咧，撈切下來嘅下帶哦，從上到下不用轉去塞住底部。柳丁丸左手片、右手片兩側哦，各切一朵，再將做好嘅小熊哦插轉去。最尾就會改下吼，又切過的果肉哦，種轉起之後放到這個小熊碗裡面就完成了哦。太難了。老實講哦，這個是協林阿姐做的。怎麼了嗎？至少跟他差不多就好，好不好？好，因為不簡單，真的說實在不簡單。真的，光你講就有講6點嘞。對。好，準備好哦，3、2、1，搶開始。怎麼覺得俊宇懂不會粥啊？他目前還沒有被分工到。對啊。好。哦。第一步哦，就蛋糕先切2隻讓下來。俊宇的姿勢很像以前是雕刻師啊。哎呦，可能都要學哈。美術出身。哦。還有時間跟我們來聊天呢。那可以割2個。小心小心。不過真的是時間很逼人，是下面的。哎，下帶我先切。因為長會偏偏，還用果肉長好切。天哪，這太難了！哎，可是姐姐要先做耳朵嗎？對，先插上底。哦，你是負責切那裡。哦，只切果肉是不是，小婷？小婷是拿筆的。切蛋鵝就好。剩下30秒了。最尾30秒哦，最後一圈哦。你有切那邊哦。好，你共插上皮。就會丁香梅就皮，丁香哦。你有沒有發現切的時間比吃的時間可能還長？到底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小朋友啊，一種儀式感吶。可是切完也吃不到什麼啦。哦，多酸的哦，不用轉體，不用到原地吧。放去，先塞好，先塞進去。面會起好，面會起好。果肉不用全部進，好，塞進去。吸，塞進去，塞進去。耶，吸。Get 啊！我壓力大到需要心理諮商。我可以拿嗎？可以啊，可以。好，來，本觀眾朋友比較看吶。大熊小熊啊。好，兩師傅做誒，你看俊宇到姐姐小婷強下做誒，來起頭功，挑戰成功。因為它最後面其實是好了。對啦。突然間手抖了一下。對，耳朵癢了一下，這樣。好，用筆來煮。這個太難了，蘇小姐。哎呀，凍烤黏黏呢。對呀，下一次不要怎麼雕龍哦。哦喲。雕你背後那隻。冰花。太誇張，還1分半。最末幾題。來，清涼一下。好。好，不過那種飲料嘅熱量最大，A 珍珠奶茶都笑出來了，B 係加鹽嘅沙士啊，後 C 係可樂，真奶吧哈。
這一題算送分題啦，因為幼兒該先紅到你先要去上天，是哪個？還不會啊 ？B 吧，支持台灣沙士。哦，他沒有寫台灣的。只有台灣賣，只有台灣賣沙士。對對。好哦，那就支持台灣。好 ，MIT 的概念。好。那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這是 C 哦，沒想到。嘿，雖然我記起哦台灣嘅量數哦，不過我老大家吼，說明一下，假設強弱哦，熱射杯都係300毫升來講哦，可樂的熱量係前代哦，那熱量最高，是講就是珍珠奶茶，差了差不多有2倍哦。這還算是小 case 哦，我們通常買不會買300 ml 而已，這個通常都1碗半的。哎，好啦，先來恭喜兩次各得2分。恭喜。西給啊，西紅不錯了啦。大魚大肉吧？你怎麼了？你手還好嗎？冇事情。你簡單想講，記得會答錯幾道題？我想說8題啊，上動球，我們都係上來。 8題要做太久了啦。好啦，其中5樣好嗎？好。來，哈密櫻巴蝦。哇，下重本。好。還有2項。菜脯。好。最尾1項。挑年。哦，好妙哦。好哦，睇緊個嘢，下面上唔出都帶10分用嚟做編法哈。馬上，你也不知道哦。好，等下我哋唱高我們天后了。馬上來看一下師傅嘅編法嘍。師傅上菜了。Hello，今日師傅呢先到誒西紅食材，都帶這邊出嘛料理呢，又有挑年哦。好，師傅有上好菜苗嗎？今天要做豆漿魚柳。豆漿魚柳，那來做湯帶。豆漿。唔係湯嘅，走嘅。哦。來，示範一下。嚟，先切。魚柳就要切挑嗎？切地。哦。個選項係菜脯先煎過水係嘛？冇長鹹咧。你那邊到thêm雪玲姐，麻煩雪玲姐讓來切絲。香港有試過該鹹條內嗎？現在都有。有嗎？哦，有點像內嗎？對，有一點像。那你倆先來炒，傾向來，哈，蔥條，點油。因為家裡面可能真的有很多無糖豆漿。有哦。那個某食材沒有做編發料理，不是只有變豆花了。對，不是只有煮那個豆漿火鍋。豆漿火鍋對身體潤通嘅運動好。應該皮膚也很好哦。櫻花蝦美香，還有白香。很香哎。會很豆哦。那某會發亞挑嫩他某，你還挑嫩有選擇有糖無糖嗎？冇糖哎。聊到菜脯。我覺得雪玲姐很厲害，因為沖細哦，不是煎過水，它就會自己 Q 起來的。對，怎麼做的？你有教他要捲嗎？有啊。他不敢不捲哎。跟他講說，你一定要給我捲起來。天后有教了。有糖味。有糖味啦，沒啦，剛剛有 Kim 一下冰機啦。哦。剛剛有壓一下給他了。假使唔會切裡面做那種叉子，愛用刷。對，又刷。哦，兩邊先燜去炒香來。那你碰一下哦，你是粉哦，不是。那出菜師傅有做過嗎？也係跟他有做過，冇幫俺燒東西啊。哦，在抱怨我們來賓是嗎？還沒不用嘛該。冇啦，冇倆意思，冇。還沒不用嘛該。鹹條呢一定有該的啊。哦，是鹹豆漿哦。油條是油條啊，所以家下個攀檔就油條係兩個意思。那想講油條未見到冇。但是你就不要拿魚就好啦，或者你就不要蔥絲啊，蔥咗就冇呀。我嚟該挑奶。冇算到4項地步啊。挑奶，拜託嘅。冇嗆嘅，冇看嘅冇看。好，安尼倆挑奶落去下去。你幹嘛偷拿我的碗？哦，你有碗係嗎？好。哦，他們都要用哦。對，倆碗呢，等下用一點醋。那個可能要賺到200C哦。
但是你豆腐卡哦，煮豆漿火鍋的時節，注意醬扒，就是它的火熊慢的時節，它上面會有一個那個膜，回家膜，會哦，會痛啊，會哦。然後而且它下面電豆腐變粉粉呢，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種？那會是因為是蛋白質分離了還是怎樣的？唔係都用肉嘅啦，用肉唔未切個大嘅啦。哦，點點通。這是什麼？碎低度樓頭。蒜絲哦，蒜絲樓頭。誒，一點點調油，鹹蒜甜。電豆係蒜絲下豆誒，水豆嘅就蒜絲。嘿，叫佢到去凝結。而家調呢，到去滾，不去滾就倒下來。好。哦，電豆唔係已經挑出來。哦。這樣就會結塊了。這樣子的鹹椒那邊都等好哎，酸甜酸甜的。對，然後該吹不水中蛋糕，金頭蛇。晚上回家要煮飯了。啊。好用心哦，應該不用煮給學生吃吧？有時候。這樣就會結塊了。對。會掉嗎？哦，真的耶。有哦。那其實佢哋唔會蒜蒜嗎？一點點，有沒有？有。所以鹹豆漿我不是按樣做。鹹豆漿你拿來滾滾的調呢，不用一隻亂落去，不用油挑，不用油蔥。唔係，不用吹葡萄韭菜沒有，炒豆腐乾，香菜嘅蔥下落去就好嘅，就鹹調呢。你下次就得用一點點的胡椒粉。味道阿雪玲哦。對，為了雪玲姐加的。想說沒有喝鹹豆漿有加胡椒粉的耶。有啦，其實有一點點。有嗎？對。啊你甘辛辣的人就得用點辣油。哦，對，辣油可以。 XO 醬口那邊做得咯。搞得高級版的要做得咯。可是醬底會發布上去嗎？是。它有點像蛋花哎。是蓋梅頭的。蒸蛋的感覺。來料主要不一點綴。你一般用蔥的是做得強下去，啊用到3個合困的多。這現在是為了擺盤漂亮啦。對。雪玲姐，你沒有做過鹹條那個料理？冇呢，我是細食過鹹條呢。好。好。豆漿魚柳。按鈕就好食咯。全部是為了種法。哇，太厲害了！這一塊有困難有容易鹹透呢的料理耶。還個可能沒提前白要用寫了哦。嘿，來摸試過。試試看下嘍。好，1、2、3、4吼。哇，蛋漿應該控制動香修。這個味道很棒。這樣子的鹹透那邊都等好哎，酸甜酸甜的。對。還有該吹不水中蛋糕，青頭蛇。青頭蛇。沒有少掉那個哈嘎姆，而且很健康哎。沒想到鹹透呢就在紐州邊吧。原盧老師，你吃牛排？好吃。好吃哦。可以給過嗎？可以 pass 哦。曾平老師，你吃哦你？真的很好吃，然後又符合哈嘎的元素在裡面，所以就是那個吹不乾。吹不乾。好。小婷老師，都好吃。周德為他寫一個心理諮商，已經過關了。透過料理看人呢，你最近心情不好哦。對啊，料理來療癒，看得出他的心裡目前蠻鹹豆漿的吧？至於吃到樣板呢？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又非常多的創新的想法哦，不過每月哈嘎的進行了傳統元素在裡面，非常厲害。所以大家呢都不卡低度沒做 DIY 哦。如果說黑狗你要減肥健身啊，沒膽槍，對啊，沒膽槍做的這個膽強的條呢，也可以把它變成鹹豆漿的周邊吧。他們給我條錢呢2比2，嘿，要求哦。到底各位獅子輩馬啥我給你們養呢？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挑戰。做下練功夫，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一出清沙皮嘅速錄菜，新來萬人做嘅料理，
本人食到要前面咯，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依家自主準備好而上菜了。最杯面一關呢，而且呢，特別剛剛頭前呢，睇起來係平分。嘿，先來看一下馮翠帶來料理，我都媽咪啊，客家三寶，客家哪三寶？橋誒，橋哦，橋誒，還有彩椒，還有乜嘅？油條夫沒有押韻。啊，做乜嘅個黑人三種係三寶啊？係呀。等下你看就低了。哦，有賣關子哦，賣關子哦。可是不要忘了，元儒老師呢，他可是有廚師證照。哎，咩丙級品哦，真的。凍難哦。真品本身咩懂會煮菜。最杯面關有信心嗎？有。加油！雞蛋腸，雞蛋腸又有信心，還有經驗咧，所以唔會差。我看一下攬出嚟道哦，姐弟同心帶來一個料理，豬排佐吉醬沙拉。你看默契，你看看，好整齊，我嚇到了。那這個料理該不會係讓日本又是用慣豬排？冇。但是吉醬係讓客家就是用慣。這道料理為什麼會想說帶出來拿來做比賽料理呢？哦，因為阿公阿婆進行係開麵粉店，係賣麵粉嘅，所以愛是對啦，半酥粉，半酥粉，然後炸豬排，用切雞粉來鋪。切個肉嘅豬啊！你講緊豬嘅肉。他在寫作。但是呢，談起來啊，哎呦，算是一個正式嘅客家料理啦，哈，非常嘅期待。最尾一關哦，姐弟同心，拼起來有信心哦！加油！兩脆都已經準備好勢，馬上來倒算。3、2、1，搶開始嘍！3開始了。好，來看一下你馮翠嘅料理。他們手套已經戴好了。真的。那我們今天來做客家三寶。對，可是這個客家三寶聽菜名不知道要怎麼料理啊？因為一般因為知道講可能係起餅啊，也係乜嘅其他嘅東西。哦，對，釀肉啦，香肉，對，香肉在裡面。哇，這個工要很巧呢，因為條幅都是誰家？對啊。這道菜是元儒姐的想法，還是真萍姐的想法？馬上出個 idea 哈，元儒姐的想法。哦，再增加一點客家人的精神在裡面。元儒老師，你平常時還有時間做料理哦，搞太後唔會懂。晚上回家要煮飯吶。哇，好用心哦，應該不用煮給學生吃吧？有時候。工業工程。做品質管理的時候，會要求他們找出品質的理由。哦，所以做食物也要有品質。好好的老師哦。然後我們有時候也會做餐廳的規劃，那個動線規劃也是我們工業工程裡面的動作。剛剛你覺得我們節目目前錄製的規劃哪裡需要改善？動線太多就不用講了。沒有，非常棒，而且很有結構。是因為我們很有結構哎，可能是因為還沒給分數。很有系統，而且一步一步的很有系統。對，老師剛今天去化妝的時候，他說怎麼服務這麼好，還有化妝師可以化妝。你都告訴我細節了，會加入一些自己的客家的，跟學生分享客家的故事嗎？會，我們今天的菜就是客家端午節之後要吃茄子炒豇豆。有啦，一斗年啦，有的人就講我是土勞力，端午節而是土的勞力耶。哦，這真的很手工菜耶，像皇宮菜一樣。好，我們大家都轉來，等下老師先完成手工的部分。好，歡迎小婷俊宇 ，Hello， 豬排咩？係啊，豬排，里脊肉。你已經是用凍中的豬排，我以為是台北該種。哦。小婷，你們怎麼會來報名？對啊，工作人員在網絡上真人，然後受邀的，怎麼找到你的？我也唔知呢。係因為要到哪家平台表示講咩漢語嘅新聞？行動係愛要到廟路啲廣告愛要通過該中口嘅年前啊。本來想話點一下，結果本。沒想到接到一個任務，對啊，製作大米更辛苦，更認真，真的是撒網下去找各種人才啊。
做在深度影係都有熔點嘅。你到日本有走寫方面嘅條路嗎？還是都是在室內裝潢？都是做設計的工作。所以福卡斯就你了解天天。韓肉一家，那韓肉一家老太，也係走線上。咩係師字輩？其實中東人都很會按優秀。對啊。所以你這個路人給我奉獻就是傳統客家味。對，就是傳統的媽媽阿婆會做的料理這樣。那小婷哦，你這麼斜槓，你還有習慣走菜哦？應該只好走菜啊，走菜都療癒啊。哦，對啊，就是生活中還得要一些可以動手做的東西。這是要鋪底的生菜嗎？這是一道沙拉，因為等一下會做一個極醬的醬汁淋上去。哦，就是搭配一起吃比較清爽這樣子。極醬可以做沙拉醬嗎？可以啊，都應做啊。看這邊的乜嘅東西的，你係乜嘅？香油，香油你拿來做嘛？做沙拉醬，就是有一點像和風醬的感覺。好，我們大家都正了哈。第3次來挑戰的甄評，身經百戰，是全爆火嘞！哇，每一樣青菜都有包肉哦。有哦。火會太大嗎？不會太大，小一點。彩椒又用牛，然後還有 Q 美肉哎，有啊，有。沒有想過做在其他那做在香肉進去哎。那香肉主要可能腐掛啊，對，掛類的啊，掛類啦，彩椒有啦，彩椒美肉有啦，香木嘴有因有啦 ，Q 美肉哦，有啊，Q 的美肉。我們等下應該是紅燒誒。哦，是不一樣。係啦，因為紅燒肉嘅之前他阿姨用下燒，所以你一下就不因沒那反應。誒，我袂先落去煎好來。元如姐，應該用西很牛慢什麼？我們昨天去考一下乙級的廚師證照啊。好玩啊，味道好高。因為姐又開了2家餐廳，哇，一個在平鎮，一個在中壢。還有時間開餐堂。日本安久母親一個日本夢哎，就是失戀的狀態。真假的？來講，你笑那麼大聲，姐姐。好玩，以及東南口哎。大學老師是不是後面該都他講？對不對？提醒他好啊。因為姐又開了2家餐廳，哇，一個在平鎮，一個在中壢。他有時間開餐堂，都是分享一些豆類相關的料理，嗎？有一些有豆漿在裡面，豆漿，還有一些在地的食材啊，還用這個豆子做那個打拋豬，超好吃。你一天還就48點鐘72。時間管理大師。這個。如果告訴，如果按叫，如果告訴，有蠻想開舒壓啦，舒壓，而且要付諸實踐。舒壓舒到做了2間餐廳哎。對啊，所以真的用理論來開店，它成功幾率僅定為賴下夠對哈。節省成本啊。哦，少走冤枉路啊，一切數字化，對，數據化管理。因為開店給我一天來做成本分析，對，好，因為地台店。租金一到，你就定價，全部會做好。醬油，調酒。我們等下溝通進來嘍。因為做醬咧。因為冇人夾數。哇，這邊是我們客家新好男人。這邊是美術老師。對。那俊宇，你哋下咩？冇結婚啊？哈。係嘛。你日本安久。母親一個日本夢哎，他有啦，結果呢？就是因為分手。失戀，真假的？拍謝，來講。你笑那麼大聲，姐姐。姐姐笑成這樣啊！弟弟的面子都不用弄難聽。你了解哈，就鄉下煮食過嗎？有時候在家裡會鄉下煮。你還去鄉下帶？就是因為他剛搬回來，剛剛失戀，前2天吧。計劃打電話就從日本回來。是我們邀請你來參賽的時候。今天也簽2天了。就
凍毒猴啦，因為接到企劃，嘿，因為凍毒猴啊，企劃找我的時候，他剛從日本搬回來，哇，然後嘿，我就邀請，嘿，太巧了，我就問他說要不要一起來去一個煮菜節目，對。這個是什麼？這個是葡萄乾，就是讓它配色好看，因為想要有那個紅橙黃綠藍靛紫。哦，我覺得小婷的情緒超穩定的，你公媽都很穩定。心理諮商是這樣。哎，那心理命人控制。心理諮商是如果自己心裡有一些垃圾要處理哦，就是找同事哦，我們也會有自己的心理師或者是督導，就是學習啦，對啊，因為有時候自己也有一些議題需要處理，需要療癒。那他會先去你這裡報名？如果剛分手的話，我會轉給同事。對啊。俊宇這邊是回炸的還是新的？新的追加粉。你知道我們一離火它就沒有火？沒關係，因為我控制它的油溫。哦。精準。對，因為它其實番薯粉很容易焦。哦。所以一定要就是稍微離火，然後它有一個餘溫。但這不能用煎的嗎？用泡是好用。哦，係啦，因為有溫粉的要用泡的。它里脊沒算下熟掉的，所以用泡的可能它的口感會下好。哦。那就準備愛放盤了。好。現場馬上來倒數，10、9、8、7、6、5、4、3、2、1，時間到了，馬上就來試試看下最杯米罐那部卡米西卡粘掉嘍。總賞鼓勵，用足夠同用心的來做料理哦。唔講呢，一下你要先來試下你風吹帶來嘅多很多客家三寶，客家三寶，來試試看下風吹的料理。而且全部都把肉鑲進去了，非常功夫也出彩。嗯，好嫩哦，入口即化。嗯，從2六地堡原料那個肉啊，入到非常好鮮，不會太鹹哈。嗯，香甜的。嗯，而且一定要用無調的調油，才會好食。大家有食出來，調味凍韻，入口即化啊，豆腐哦，就是它的口感，見到叉。勇敢，讓老師們拼搞。至於可以用日本形容可以。試試看。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有個高級感哦。對啊，真的。全然わかりません。你沒聽曉得了。我說我完全聽不懂。好，凍厲害，凍好食。好，沙嗲下來幫食藍水嘅。好，試試看藍水料理啊，連蔥黑也係結裝的沙拉，而且是擺盤擺得很漂亮。我聽到那個聲音，那它也是這位烤安用。這很傳統炸豬排，這是他們自家研究的那個飯酥粉。因為兩個係馬上想出來一個係俊宇的想法嗎？阿婆的想法。阿婆的想法。阿婆按西夯做豬排。阿婆不在啊，阿婆是安尼寫嘅時間。是我炸豬排不能是好簡單嘛。他加了那個客家最頂級的雞薑落去，哦，那個味道嘟吼，然後水起來清，唔會按油啊，唔會按鹹，然後水起來嘟吼，安尼清好食。哎呀，悄。跟陸老師吃了嘞，脆的，很香，配雞醬非常的搭。哎呀，沒事的，出來哦，阿婆哦。你兩個一定係阿婆哦最驕傲的寶貝，好，非常緊張，因為頭天哦真經係偏瘦，到底最滿的選擇，結果營養版殺來看。經常了都帶給你成績不很營養版的，伊咪家條件係評分，先來搶師傅風吹搶半分數。4分加上2分，6分。好，緊張嚟，殺下來看，冷脆地道幾多分？滿分。我有可能，阿婆都騙到有可能。是李師傅先公平哈。涼水煮來當好食啦。風吹啊哈，暢口時就後背，前面整人嘅三寶整人撞到當吼，後背可能後又倒跳到，也唔會細細的隨去煨煮去，
圍住它，咁我哋度可能有一啲啲咧，有一紮，應該一紮冇熟透啦。所以你不用一啲啲去圍住它，要跳鹹一些些的啦，嚇。做好當好，也個三寶真言做咧當好，做咧當完美啦，想法思想當正確，嚇。啊，南翠咧，你今日你裝那個豬排啊，唔可以柴柴的，唔可以柴柴的，啊搭配個菜個蔬時蔬沙拉，真言然後個吉醬啊，當酒餡啊，印象講個吉醬唔用，我冇人愛加捧糖，你加捧糖會鹹啊好。吉醬加捧糖啊，是哦，佢食起來米絲，鹹啊酒絲哦，鹹啊酒絲，鹹啊酒絲哦，真一點就好也係，一啲咧就好，冇甜到。咁今日安尼配嘅吉醬真係當好食，當港味，當港味，係，當姜魚兩味。好，小戴師傅，哦，你放推吼，只有一點鐘鹹啦，唔過咱啲做嘅從低緯度嘅平壤嘅時間，吼，咱五倍會高一點粉。吼，伊個愛泡的時節、煎的時節，伊根本散鐵。吼，煎的時節下你啊要下注意點。吼，啊你啊該咱推兩片的該豬排冇賣問題。吼，該搭配是迄個當強爽。啊不過一點點小建議啦。吼，因為奶做的咱袂用該芥末籽。芥末籽。吼，把撈該吉醬做變油醋安尼。哦。個高級感會加一點起來。好咯，按用兩組呢都有到師傅身後有一些新的學習。不過，以下比賽成績已經出來，馬上出來頒獎嘞。好，以下呢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嘅，目前呢紅翠得到嘅係6分，藍翠得到8分，先來恭喜藍翠咯。好，恭喜兩姐弟哦，哇，總冠軍3000塊嘅加彩金，恭喜兩位。最被動厲害得到嘅係韓國太晶園大寶鍋，哇！我要幫佢定下個半年嘅哦，耶！東方儀哈，撒哈了哦，訪問一下哈，我們的室內設計師，今日讓阿姐強下來參賽。東方儀，東方儀啊，還拿到獎金啊！真的是不小心的。這個公司在曾經係為到一家自主轉來台灣。那個時候他是在日本被敲通告，他款幾個機票啊，然後轉到台灣，他問阿姐敢就為所走在帶，對不對？沒有，其實啊沒有，這都我是講的比較還辛苦對吧？但是很難得的一個回憶哦。對，非常難得啊。最好的祝福送給心理諮商老師。哦，今日食材東方儀做起來煮菜本大家食。有沒有看到老太的呀？哦，就是很開心可以我們一起煮菜，然後就是創造這個回憶。很演得出來啦，哈，很演得出來。哦，恭喜兩位哦，還蠻好的哦。剛好了，你有了分享到你我們最資深的我們參賽者曾萍姐來個 T3 嘅。哦，請歡喜來一家子來錄樣，請。大概來兩邊呢就慶歡喜，慶快樂，然後煮菜是好菜，然後是主廚師菜賣清好吃，然後有很多的創意，嘿，真的很開心。感謝你，老人讓你按支持，謝謝你。係啊，叫帶大排啲單無強嘅朋友叫下來啊。係啊。袁如老師第一擺參加行對咩老太太講一下。我覺得來參加這個攝影非常有趣，好，因為以前我們都只有在工廠裡面看程序，但我覺得在這裡拍攝很有效率，我覺得是我很大的一個學習，對，我覺得很開心。老師給我們很大的評價，很有效率哦，很有效率。哦，老師跟你，因為你們那邊有按斗後桑哎，而且中原大學、青島話趕你，因為就在桃園嘛，對，有機會就叫他們來參賽。好，沒問題，我叫我的學生來。什麼老師？感謝欣賞。好，什麼系列參賽者呢？今日無向嘅組合來到你節目當中，做得特別人嘅創意，向下來表現，真係都做到同參對哦。係啊，其實當到嘅來賓哦，來到一家自主哦，跟目的都唔係為到比賽，你看像風水哦，為到推廣你啊條類啊、米啊，韓國哦攬出係為到聯絡哦姐弟之間嘅情感，盡經互相歡迎所有台灣好朋友、客家好朋友，向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我唔錯，一家之主邀請你向下來到亞特別嘅大都市。
禮拜再見嘍，拜拜，長不了。